注意虔诚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八页，解说甲正文第八页上解头一段，就是解说甲多名随意用处不同。即马应该要来说的解说一面。慧能生在边方，语言不正，妄思传法，今以定恶，只合自性自度。作言如是，以后佛法，由逆大行，逆其三年，五方殊色，逆今好气。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这就是慧能甲五祖问答的其中的一段。在前面所讲的，就是讲五祖将慧能送甲迄个高岗的夜头。在迄个时阵，五祖呢。叫慧能讲：“你坐船，五祖呢本来特别过这个船。慧能大师就讲啦，讲和尚，请你坐啊！我应该做弟子，我应该就要来过这个船才对啊！迄当时阵，五祖甲伊讲应该我要来度你啦。慧能大师就讲在过去未时阵。”由你师父来度我，现在是我已经悟啦，已经开悟啦。我应该呢，自己要来度自己。白眉这个度名虽然是同款啦，但是用处是不同。这是在前面所讲。慧能生在边方，语言不正，妄思传法，今意定恶。只合自性自度，这是慧能大师，搁再继续来向五祖方金大师所讲的话。讲我慧能呢是生在迄个边方，生在边方就是讲生在迄个较偏僻的所在，因为慧能大师伊是在迄个岭南的所在。迄个岭南的所在呢，较无文化，比较的呢较偏僻，所以才讲做慧能生在边方。讲语言不正，就是讲所讲的话呢无正。伫遮所讲的无正的意思，就是讲无标准啦。所讲的话呢，一定是在南方的一种的地方话。咱中国大陆所在真宽。省份遐尼真济，不但是讲一省份话呢，无完全共款。唱真是讲在一省份内底迄个话可以讲是东西南北各国原来是有所不同。所以语言要通这实是真正困难。当然咱以后就变成讲。提倡国语由北京、北平的迄个语言来做一个标准。咱现在是已经有一个统一的国语了。虽然讲有一个统一的国语呢，但是我一地方的人的发音不同。事实上，有当时阵，另外一个省份的人所讲的话，咱有当时听无。就是讲，介这个地方腔，伫遮所讲的语言不正呢，也就是等于是这个意思。讲妄思传法，今一定恶。讲心望你师父来传法互我，因为五祖将伊的禅的顿法，伊就甲衣钵来传互慧能大师，所以才讲做妄思传法。今一定讲现之时呢，已经得到开悟啦，
因为五祖甲伊讲《金刚经》，讲到第10分，讲到迄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迄个所在呢，六祖就已经悟啦。讲知合自性自度，知合自性自度，就是讲应该自己的本性，自己要来度。所以，就讲自性，就是自心体性的意思。就是咱众生每一个人拢具足的佛性，咱每一个众生呢拢具足佛性，每一个众生的佛性，当然啦，就是爱自己来回光返照，自己爱来去契合。因为佛性是咱的，佛性在咱心中。咱自己若是无悟，哪有法度咧？当然是无办法。所以就必须自性自度。在前面呢，我已经有讲过去，就是讲在当条释慧海顿悟入道要闻论，就在讲自性自度啊，众生自度啊，佛不能度。咱众生自己度自己，佛呢袂当互度咱。佛袂当互度咱的意思，就是讲佛呢是无可能替咱来断烦恼，佛呢无可能替咱来了生死，佛无可能替咱来得到觉悟，因为咱众生自性本来是具足，毋过咱自己有烦恼，自己有生死，所以必须将咱的烦恼去掉了，佛性才会显现。将咱自己的生死了了，咱才会当得到解脱。所以呢，一切靠咱家己自己，将这个自性自度，就可以了解讲禅宗呢是偏重在自力的法门。这甲净土宗有所不同。净土宗呢比较较偏重于他力的法门，就是讲净土宗是靠密道的原力。因为阿弥陀有大愿力，会当来甲咱接引。毋过禅宗呢，咱是靠自己的平心见性，一边是属于自力，一边是属于他力。但咱必须了解，虽然是讲净土宗是比较偏重于他力，毋过呢，毋是讲完全他力，无自力嘛是无法度。禅宗虽然是讲靠自力，也毋是讲完全自力，无他力也是不可以。我想讲在这个所在啊，对这个问题，我若是爱甲咱各位做进一步说明。虽然是讲净土宗是偏重于他力，就是讲靠阿弥陀佛的大愿力，会当接引咱去上叫做世界。但假如你本身无相信，本身无发愿，本身无念佛，无论是讲阿弥陀佛偌慈悲，要来度你，嘛是无办法。所以在他力中呢，我那是爱有自力的条件，自己呢有信心，自己有发愿，自己有实在去念佛，这呢就是他力中必须要有自力。禅宗虽然是讲属于自力，但是自力我那是要靠他力，就是讲在咱自己也未得到要领，自己也未修行迄个时阵，我那是爱有师长来甲咱指点。就忏悔令大师所讲，迷是师道，悟了自度。在迷迄个时阵啊，有师长甲咱度。那这就是他力咯，悟了自度，这就是自力咯。所以禅宗虽然是重自力，我那是爱靠他力，我那是爱靠外缘。但是无他力，无外缘，根本也无法度。我讲这个道理呢，有两种的意思，咱各位呢必须了解。第一种意思就是讲，咱伫咧修净土宗的人。也毋通一味依来讲，都阿弥陀佛都会来甲度啊！自己说袂记咧要念佛，自己说袂记咧要修行。也若安尼呢，
阿弥陀佛虽然是大愿力，嘛无你的办法。这是第一，咱各位必须了解。第二就是讲，禅宗虽然是属于自力，但咱毋通以为讲，我都自己来去坐禅，自己来去修就好啊。当然，你自己坐禅、自己修好是无毋对。你到底你有认识无？你会晓坐无？你会晓修袂？在你袂晓坐、袂晓修这个时阵，我那是共款啊，爱亲近善知识。我那是要由善知识来甲咱开导，咱才有法度好来如法修行。所以咱毋通自己自作聪明，讲坐禅是家己坐啊，家己坐无毋对啊。但是你会晓坐，袂晓坐，你袂晓坐，当然就必须爱有高明的禅师甲咱指点。所以在大陆上有真正侪个禅宗的道场，像讲金山寺啦、高明寺等等，内底啊有迄个禅堂。那内底禅堂呢，一定啊，拢有真正高明的禅师伫咧指导人修禅。所以咱毋通自己学白妄，自己来妄修学练啊，妄修学练。即嘛是讲到即个只合自性自度啊，我做一个详细说明。下面作言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你代行。祖就是第六祖，六祖听到慧能大师安尼讲，就讲如是如是。讲你这讲的真对真对，安尼叫做如是如是。就是讲，亲像你讲，这是对啦。怎讲对呢？前面慧能有讲，迷是自度，悟了自度。迷是自度，悟了自度。也今一定悟呢，只合自性自度。五祖就甲讲，你这讲了真对，你这讲了真对。安尼叫做如是如是。讲以后佛法啦，由你代行。讲以后的佛法啦，是由你呢来代行。代行就是讲大呢来去弘扬的意思。伫遮所讲的佛法，就是伫指达摩祖师所传的禅宗。当朝归方禅师安尼讲，讲祖宗的始祖呢，就是释迦。讲经呢是佛语啦，禅是佛语，就是讲佛经就是咱世尊将伊嘴所讲出来。伊若禅宗呢，这是佛的心意。一边呢是语言，一边是内心。进一步讲，诸佛心口必不相违。讲一切诸佛的心甲嘴啊，绝对呢无相违背。就是讲所讲的佛经，以及甲禅宗的道理啊，一定是符合。所以诸祖的相信啊，根本是佛的亲父。达摩祖师呢，伊接受到禅法，在印度来得到禅法，亲到咱中华民国来，看到咱中国人拢还未得法，就是讲无得到佛的心印啦。只是依着语言文字，就是讲以咱佛经的法相名说来伫了解，来伫修行。达摩祖师呢，为着要互咱东土的这众生了解讲，迄个月啊，毋是在正头的所在，观呢，那是咱众生心。所以呢，就以心传心嘛，不离文字。对这大道理呢，必须爱搁再进一步来说明。为啥物讲叫做月不在指？咱经典呢名叫做讲做飘月指。
飘过即个意思，摕一个比例，像讲暗时两个人出去外面，一个讲哎呀，迄个月真光啊，一个讲啊月是伫倒呀？伊伫遐咧找来找去找无月，结果呢，迄个先看到月迄个人啊，就将镜头给记起来，讲啦，伫遐啦，迄毋是月是啥？所以迄镜头啊，就是啊，要指迄个月，要表明讲月是伫迄个所在。但是迄个月呢，毋是在镜头迄个所在，应该就是讲你对着迄个镜头迄个所在看倒起来看迄个月。那聪明的人应该是安尼咯。那是较戆的人，可能将迄个镜头当作讲就是月，这是一个比例，也是一个比喻。内中所显示的道理啦，就是讲咱毋捌佛法，因为毋捌佛法啊，所以啊，佛啦就讲佛法互咱听。啊，讲佛法互咱听呢，就等于讲将镜头来记迄个月共款。但是你必须将佛所讲的即句话来去体会佛法，因为语言本身呢，毋是佛法，乃是将语言即个所在来去了解佛法。达摩祖师呢，就是要使咱中国的这个学佛修行的人，要了解讲即个月啊，毋是在镜头啊，就是讲即个法呢，毋是在文字法，是在咱人的心。所以呢，才以心传心，不离文字。所以伫遮所讲的佛法，应该就是指禅宗之法。禅宗之法就是佛的心印。五祖就讲啦，讲以后啊，佛法呢是由理来代行，就是讲由理呢大来去弘扬来去流传。讲念去3年啊。5方4世，讲你离开这个所在3年，我才会离开世间。意思是讲，你今仔日离开红梅东禅师，经过3年了后呢，我就要离开世间啦。讲念今好去，努力向南。讲你啊，现就是好去啊，这个好去，在外表。该看起来，敢若讲你现主是会使去啊。但是呢，进一步讲起来，就是讲你现主是爱离开这个所在，就好好去好好去。内中所包含的意思，就是讲你都要真小心嘛。你爱好好咧来将我传互你法，爱甲伊保护，将我传互你法来甲流传。努力向南，就是讲你呢认真拍拼，向南边去。这个努力的意思，努力就是勉励的意思就是讲你赶紧就向南边去。为什么叫赶紧向南边去呢？当然有五祖的意思，因为五祖前面已经甲伊讲了啦，就是讲伊呢是一种精断。传这个医啊，命如现死，就是讲命呢真危险啦。意思是讲，可能呢，搁等下人会来甲你约、甲你对，要爱夺你的法、夺你的衣钵，所以你较拍拼，赶紧向南边去。迄边讲不宜速说啦，佛法难去。讲但是你向南边去了后呢，不宜这个宜应当作应该。不记就是讲无应该，可以讲就是讲毋通的意思。讲你呢毋通真赶紧呢就起来演说佛法，也就是讲你毋通真赶紧就来去传禅宗的法。为什么呢？佛法难起这个佛法难起的意思就是讲佛法的因缘这是真无容易来发起。也就是讲，这个佛法呢，实在是真无容易来弘扬，因为要弘扬佛法必须有迄个缘若是无够，佛法呢，实在是真无容易该发扬光大。
在这个所在五祖的意思，就是讲你现在是赶紧离开这个所在。也离开这个所在呢，你应该爱稳记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个中间啦，恐惊有人会催你，有人会害你，所以你就稳重一段时间了，才出来弘扬佛法。因为佛法啦，只是无容易讲要甲弘扬，就会当来甲弘扬的物件。这是古祖交代慧能大师的一寡话。从这个所在，咱就可以了解五祖实是对慧能大师无微不至。伊将法传回了，教伊讲你去到倒位，就爱停点遐；到倒位呢，就应该爱稳重起来。搁再送伊甲迄个九江夜头，也搁再过迄个船也要来送慧能出去。在迄个时阵，搁再甲伊交代真正侪话。迄边慧能思维作意，法足难行，两月中间至大有领。五祖贵所义不相同，将义艺文员，互相小病小闹吼，或并则无依法以难易，问何人传授，或能者得志，将来之言。慧能思维作意，讲迄当阵慧能大师来识别。这个违就是违背，这个违背意思就是讲离开啦。就是讲来拜师祖师，来离开祖师了后呢，就法足难行。这个法足难行就是讲就起脚行啦，就向南边直直行去。就是讲在迄个所在，五祖对慧能大师甲交代。开始一寡话了呢，当然两个都要离开啦。也五祖呢就搁转来甲黄梅的东禅寺。六祖呢就开始行路咯。开始行路呢，2个月中间呢就到甲一个大武岭。这个武也读这个义，那是。约迄个雷音宝鉴心我音去读语，这个语呢可能是咱的中音的款，这个大武岭呢可能是读全音，咱普通可能是读大武岭的款。这个大武岭呢，乃是在现主时的江西的这个大武岭，那可以讲就是广东南向迄个交界所在。这可以讲就是岭南甲岭北的迄个交通的要道。这个大武岭，这是在迄个山顶真悬迄个海拔呢有1000多公尺。迄个路呢真歹行，结果呢，六祖就是行到迄个所在去。经过了2个多月中间，那可见。当时的交通真正无利便迄个所在。六祖来拜师五祖了，就一直行路，一直行路，从迄个黄梅迄个所在到甲迄个大武岭，都要2个月时间。这个五祖龟甲将乃之宴这个所在，这为什么有一个刮号伫咧呢？就是有诶经本啦，无遮诶义伫咧，所以即嘛做一个刮号。五祖规数义不相同，五祖规就是讲五祖转来了，五祖送慧能出去，亲亲来送慧能，亲亲送慧能出去了，转来，安叫做五祖规，数义不相同。数义不相同，就是讲真正侪工呢，拢无相同。这个相同
应该就是相同说法。相同说法呢，就是讲将这个法动啊，也来对大家说法啦。为什么是数字不相同呢？因为伊的一甲八已经拢传出去啊。换一句话讲，伊的法呢已经付出去了。也可以讲呢，伊本身要来弘扬佛法的责任啊，已经拢交代给慧能大师。那已经卸去了责任，这个卸去了责任，依照咱现主席讲起来，就等于讲做一个大官。或者是讲一个公务员，已经是退休啦，已经退休，已经办理移交啦，当然就不过来去上班啦。咱在这所在，会使用这个意思来做一个披露，因为五祖的法在3更时分已经传给六祖，传给六祖了后呢，已经几落天已经无上当。因为这个无上长，当然大家就会起这个疑问来。最近是听众，咱今仔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大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